Hello，今日我哋嚟到海型山帶大家參觀一個兩房僅廚嘅單位，我哋一齊去參觀一下。單位一入門口位置，飯廳位置四正，可放4至6人餐桌。客廳位置四正正，容易擺位。外看出去景觀開揚。第一間睡房一邊預留了衣櫃位，另外一邊可放床。看出去可望到內園景觀，睡房寬敞好用。看出去都係可望內園景觀。廚房是一個緊廚，而且電器齊備。浴室做了一個浴缸設計。單位就睇完啦，唔知呢類單位大家鍾唔鍾意呢？如果有興趣嘅，歡迎聯絡我約睇樓。